上出发。3个班体重非常靠近。解放后3名领先的是蓝色号码1跟赛后黄色号码1连3，是红色号码1连下班。3红色号码1下班，红色号码1发出前方的指。高速，真的最后一棒要换，但接棒后，真的是蓝色号码1连3。解放后，6号码1连3。家长们，家庭，然后一起我们的加油声，我们在场上努力奔跑的孩子们，加油吧！加油！我们4年以来的接棒技巧非常的好。平凡加油！现在最后一仗，加油！加油！4号码1连3，接着呢是4号码1连下班，蓝4号码1连3。